喂，你好啊，係啊，妹妹你好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姐姐，你邊度啊？我中山小璇啊，你識我冇？我喺羅定啊，我識得你啊，好耐都識得你啦，以前入過你直好多直播間啊。我第日請你食飯好唔好？我唔知道你喺邊度，我經過請你食飯。我又識得你，又識得可樂，哦，你茂名噶？可樂定係你帶動佢嘅咧？我唔知你咩？哦，你雲浮嘅係咪？誒，哦，你係點樣啊？你話你匿喺牆下底捉鳩柒咗你老公同埋嗰個2+1係咪啊？嗱，15年我老公去廣州打工，啊，我就佢去廣州打工呢，去打咗有幾個月，我就10月1號就帶我兩個孫女過去玩，嚟公園玩。誒，我帶我孫女過去玩，你聽我講啊。哦，你聽我講啊，帶佢去玩呢，我就中午就同我兩個孫女上佢個第7樓個樓頂嗰度啊，去佢宿舍休息。我就發現到嘅瓷磚呢，就有啲長頭髮。唔係，你係咁樣嘅，你係2015年到而家2026年幾年啊？11年10幾年咯，十幾年，係啊你幾多歲啊？我嗰陣時都50幾歲咯。 50幾歲啊？然之後你個我老公大我3歲，佢淨夠大我3歲，我個孫女都成10歲咯。然之後你帶佢玩，帶佢去玩，我就發現佢個地板磚上有長頭髮。多謝呢個朋友仔嘅麼麼噠啊！有長頭髮你就懷疑佢有女人係咪啊？係，我就話約一個男人嘅宿舍，老闆租一隻宿舍俾佢住個一隻宿舍仔，會有長頭髮嘅呢咁，我就坐落啲地磚去研究嗰啲長頭髮，我就對佢有種懷疑嘅呢，我又冇講，又好冷靜，但係佢又唔住咗2晚呢個就你有冇住咗2日佢啊？你有冇質問佢啊？冇，我好鬼精，有好正，一日都冇。咁然之後點？好似好冷靜，我好冷靜，你聽我講啦，好冷靜呢，我就翻落東莞住咗2日，就帶兩個孫女啊，咁樣然後有10日左右，我就七福涌路口度截小車，150蚊嘅小車，就搭去廣州，喺廣州嗰度，去到嗰度佢住嗰陣做工嗰陣位置，我就晚黑去揞佢。死咯！揞咗2-3次都揞佢冇到。即係你捉你人，我知道第佢係咪三你仆佢？嗯，你仆佢睇下佢有冇同仆佢2-3次喺埋一齊？嚇你仆佢啊？有冇同嗰個女人喺埋一齊係咪？冇係啊！隻女人冇喺度，佢仆2-3次得。死咯！我搭小車搭小車去都要150蚊一次㗎。陰公咯，嘥咗咁多錢啊！係咯，我去到第4次、第3次呢，我就話嗰晚就同我老公嘅住晚，去仆佢幾次冇見呢，我就冇喺佢度住晚，就7日底住嗰啲旅店個幾十蚊啊。唔係啊，第4次、第3次就到佢哋住晚呢，我就問佢攞手機嚟睇，啊佢冇俾手機我睇，啊！搶翻部手機，我就將佢冇個又搶咗過嚟，就望到佢有幾隻電話，就係我啲親戚朋友嘅電話，望尾數呢就望到就知噶啦。啊後尾望到發現咗一隻廣西婆嘅電話號碼，啊！我就按佢個電話號碼呢就打過去俾對面嗰隻女人。啊！佢話佢以為係我老公打俾佢噶嘛，佢就話老公咁咧。佢就冇知我就冇出聲喎，我老公又冇知道我聽電話噶係嘛？佢又喺鋪床睡住啊，我就冇出聲啊，我就將佢個電話證埋佢隻女人啦，我就將佢個電話號碼呢就按落我部老人機嘅等佢。啊！按翻落去呢，我住一晚呢，第二朝早我又冇拉我老公講，我一日都冇講過，好鬼精喎，我話好冷靜喎。我第二日呢就翻落東莞去上班啦。好啦。到咗10頭8日咁，我又打隻電話去，我又再過。唔係啊，佢叫我老公嘅時候咧，你老公係喺隔離㗎嘛？喺隔離佢冇聽得到嘅咯，我用電話老人機啊。老公，咁你叫我老公，喎，咁我係我聽電話，我老公點解聽得到啊？你老公當時點算啊？咁我後面我就話。我話嗰隻女人係邊個啊？係我認個契女啊咁啊！契女啊！
費就講契女可能契上床嗰個，我哋咁話哦。幾多歲？因為有我哋單獨埋宿舍㗎。